自2025年5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敢惦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83篇第10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诗篇第83篇，阿萨的诗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惦惦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喙，无出声，因为你会对敌在扰乱，怨恨你的人在反叛，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，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。因讲：来，咱来消灭因，互因亡国，互以色列的名永远消失。因同心参详，立约联盟，要对抗你。因就是住埔边的以东，甲以实玛利人、摩押甲夏甲人、加巴勒、阿门甲阿玛勒、非利士以及泰尼的子民。亚述嘛甲因联合，做罗得子孙的联盟。求你对付因，亲像对付米甸人，亲像你伫基顺河对付西西拉甲亚宾，因伫阮多尼灭亡，变做地上的粪扫。求你互因的领袖，亲像俄立甲西伊伯，互因的军长，拢亲像西巴甲撒摩那。因讲：咱着来去，甲上帝的牧场占做咱的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因亲像卷笠仔风卷起来的尘埃，亲像互风吹走的草油啊。火安怎烧树林？火焰安怎烧山岭？求你嘛安尼用你的光锋对赶因，用你的保护互因行行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满面见笑，通来找求你。愿因永远见笑行行，愿因闹开灭亡。愿因知只有你是上主，是掌管全地至权的上帝。上帝敢惦惦。笔者伫咧读新人院的时，拄到一群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同齐来接受神学教育。对当时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拄咧面对极大的迫害，真侪传教者无缘无故受中共政府掠走，甚至教堂的十字架也受当局拆毁。面对这种艰难的挑战，中国的基督徒还坚守着信仰，为着见证主的名，继续传福音。笔者要问这个传道人，面对压迫，恁会惊无？因真清楚回答：惊是一定有，毋过阮的羊拄在较无上帝话，阮怎通无帮赞因呢？安怎面对苦难，是真侪基督徒必须思考的信仰课题。有人认为苦难会当帮赞一个人信仰成长，迄是上帝美好的计划；但是也有人认为苦难是上帝处罚，迄是人犯罪了后的结果。总是，无论是倒一种解说，伫苦难中的人还袂禁得会问：上帝啊，你为甚物惦惦无出声？上帝啊，你伫倒位？你为甚物无帮赞阮呢？就算我伫新学院拄到的迄群中国传道人，会当坦然面对苦难，但是也袂免得发出安尼的疑问：
诗篇83篇的诗人也面对相款的苦难问题，为着安尼，诗人伫基督中祈求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恬恬；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喙、无出声。面对敌人的攻击，甚至国家被灭亡的苦难，诗人感觉上帝恬恬，因为安尼急切求告上帝，毋通恬恬，无开喙，无出声。上帝为虾米恬恬？通讲是基督教千百年来的历史困惑，咱哪像无法度理解原因，也无办法找到一个上适当的解说，来回答上帝为虾米会选择伫某一寡时阵恬恬无出声。不过，就亲像本首诗篇的诗人，伫面对危难的日的时，回想着过去的救恩故事，就是伫士师的时代，上帝安怎拯救以色列的先祖，脱离敌人的手，互因脱离压制。因为安尼，诗人搁再一次祈祷，祈求上帝，亲像过去拯救因先祖安尼拯救因，求上帝亲自来对付遐个敌人。愿因知只有你是上主，是掌管全地至权的上帝。伫苦难中，检采咱拢会感受到上帝的甜蜜，但是这无代表上帝会永远沉静恬恬。当咱将目光定睛伫上帝的救恩，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拯救事件，也是咱家己所经历的救恩故事。借着这个故事，通帮助咱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倚靠上帝。当咱遭遇苦难的时，就算感受到上帝的恬恬无出声，也毋免失望。互咱因着过去的经历，相信上帝伫未来的日子会有所作为，伊要帮助咱踏稳信心的脚步，勇敢向前行。默想，面对生命的苦难，我安怎透过上帝的话，甲过去经历的救恩故事来坚固信仰，袂直到失望呢？面对生命的苦难，我安怎透过上帝的话，甲过去经历的救恩故事来坚固信仰，袂直到失望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生活中，尽管拄着苦难，犹原会当相信你甲我同在。透过你救恩的故事，互我的信心袂动摇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